各位觀眾晚上好，歡迎收睇小道新聞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Emily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喺昨日凌晨，溫哥華白石某住戶區住戶報稱，放置喺2樓陽台嘅單車疑似被賊人偷走。據了解，失竊嘅單車市值大約100蚊，係兒童單車。失主今朝發現單車唔見咗，於是報警求助。警方到現場調查，初步相信賊人係沿住房屋外牆攀爬，進入陽台行竊。一人將單車用繩吊落樓下，另外一名盜竊人員接應，配合完成行竊全過程。有鄰居表示，平日該區環境雖然似印度新德里，但尚算寧靜，未見過類似情況發生。白石警方表示，車主並冇妥善保管好自己嘅財物，唔應該將單車等貴重物品放置喺陽台，亦都呼籲盜竊人員注意人身安全，唔好隨意攀爬房屋水管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新聞內容，多謝收睇，我係 Emily，再見。